云林县一间国小有7个6年的学生无守规矩，校长甲因罚跪。有2个学生无愿意，校长怎举扫帚甲因修理。结果2个同学有滚啊大的乌青，下这个家长是真不满。教育处讲已经开始来调查。体育课的时候不乖，然后之后被叫去校长室。 然后校长就叫我们说，等老师进来的时候跪下来。国小6年的囡仔受起着防体罚的过程，也是会惊。伊和校长逼咧罚跪，唔跪就会互拍。有2个没有跪，他们2个就被打。拿什么打？像藤条的棍子。云林县一间国小传出着校长不当管教。 当时有7个6年的囡仔，因为伫上课吵闹，反击去到校长室。校长要求这7个同学拢罚跪，其中2个囡仔唔跪，校长竟然举扫帚讲述，造成1个同学手甲腹肚乌青，另外1个是头壳甲脚乌青。应该讲较调皮，哦，你嘛唔摸，应该扫帚病，就起来就无啦。是不是可以校长先调离这个国小，那让学生去正常运作？学生的家长知影这件代志，拢真着惊。 认为校长应该爱调离现职，是讲某学生的家长透露讲，校长伫议员的陪同下，已经到每一个学生的厝内会实的。这件事情，县府已经在调查，我们不便做任何评论。接获通报之后，我们已经立即启动调查小组，到校去访谈相关的人员。学生的部分呢，我们会进行辅导。校长目前要在职，云林县教育处讲已经展开调查。 等到调查结果出炉，对上告委员会提出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